来看高雄旗山的码头山的南边发现有重金属的废弃物，警方是先7个嫌犯，桥头地方法院2届是拢裁定讲会当交保。也毋过当地民众佮有环保团体今仔是开记者会，提出真侪质疑。土地顶悬的废弃物满世界，怪手一个乌开，嘛会当看到废弃物待伫内底。今年1月，高雄旗山码头山南边的内湖边啊，发现有人违法倒事业废弃物。桥头地检署侦办了后，起诉7个嫌犯。桥头地院第1届裁定嫌犯5万到8万块交保。虽然高等法院、高雄分院撤销原裁定，也毋过桥头地院昨昏搁一届裁定交保。让我们非常不解，也非常痛心疾首的，就是说大家这么的奋力的想要把这些不法之徒，然后绳之于法，可是呢，为什么会被成在司法的部分就被轻判了？在地团体甲环保团体顶部，搁一届召开记者会，指出废弃物防违法待伫咧水源地，数量超过2800立方公尺，深度超过4公尺。初步检测重金属超标，法院竟然搁甲嫌犯交保，烦恼日后查袂着源头，清理的费用煞爱高雄市民分批。那这些业者出去做什么事情，很可能就直接去串供、去脱产。接下来你要求偿无门了，5万元、8万元就可以交保。但是要去清理这样的一个废弃物，所花费是要多少亿的这样的一个代价？针对居民甲团团批评有唱棒的可能，到这个为止也无桥头地院的回应。桥头地院是认为被告顶7个人毋是核心人员，而且参与的数量甲情节毋是真严重。经过法官考量比例原则等相关的情形了后，认为无羁押的必要。裁定分别以8万块到12万块交保，而且限制自己，袂当互相联络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